大家好，我哋係扭咗扭遊，今日帶大家睇位於掃管笏管翠路1號嘅星堤。星堤係新鴻基發展嘅低密度項目，2011年入伙，提供459個單位。今日我哋睇一間791尺嘅3房連1個套房嘅單位。星堤嘅實用率高，而樓底有11尺4，空間感十足。好，我哋入去睇下廚房先。單位仲有工人套房。好，我哋出埋去廳，然之後睇埋窗外嘅景觀。開揚嘅山景，而我哋呢個位置行到去千島湖㗎。好，我哋入去睇埋啲房。最後入埋主人套房，單位已經吉咗，歡迎預約我哋參觀。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見啦！